代替高雄车头伫咧去年底启用，不过经过跋山转来到原位的历史建筑，也就是地关式的旧站，所以因为也未等到经费通修复，无法度来开放。高雄市文化局表示，已经接受代替委托代办修复，嘛完成设计案。那等到经费拨落来，就会赶紧来动工。红指定做历史建筑的旧高雄火车站，注定亲像皇帝无封号做地管车站。2002年以特殊的工法迁移，4当前2500栋的车站，才慢慢倒来现有的位置。这时现场大门关起来，周边有封锁线，也是真侪观光客来翕相。若要去台北读册，就要来这客车。因应高雄车头地下化工程地管式车站所位，居民回忆起来，认同保留伊的必要。虽然去年底代替高雄车站地下广场生意，还佫有天棚落力来启用，地管车头煞无动静，原来是卡伫修复经费还未到位。对，每次来就是说都关起来就是少了一个景点可以进去看。市府表示，代替委托文化局代办修复，去年底地管车站修复设计案如期完成。后续若要修，如果经费1亿外，工期大约1年半，修复过程有真侪困难。修复的过程当中，其实需要蛮多的耗费蛮多精神，因为包括我们要逐层的去漆。另外的话，我们发现它使用的砖。还有一些面砖，还有一些砖瓦的部分，其实都还蛮特别的，因为都是特制品。代替回应去年12月12日，邀请市府甲交通部铁道局召开演商会议，预计今年2月照文资法的规定，向文化资产主管机关申请经费补助，等补助款到位，由市府来协助办理本案修复工程招标，还佫有施工的作业。公司新闻欧刘婷丹、hen坤强报道。